安，好没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看133首哈，这一首是新歌啦，我们来练一下哈。那牧师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说，还蛮好听的哈。然后它虽然它是华语的哦，可是它在以前它里面的一些其实字眼都还蛮特别的。他说去，记住去，要记住啦哈，给你，天天都要去。往普天下去做什么？得苍生啊！哈，这苍生的艺术叫做草，人讲苍生的讲草木哈，草木生长的地方，艺术的是讲百姓百姓啊，得到百姓好，所以卖甲这苍生动作那像不搞啊，是讲什么搞咧讲的苍生哈，其实不是哈，苍生咧讲的是在这个国语词典里面哈，其实它是代表是百姓备行的艺术哈，去记住去啊！我们要往普天下去，得苍生，步步紧跨千个角落，哈，紧跨过千个角落，悄悄每家千百遍，珍惜每颗灵魂，为神迎娶每颗心。好，我感觉伊的歌词写甲足水，嘛写甲足到位，都符合咱基督徒的一个使命甲态度啦，吼。好，咱来唱这个，恁改用恁老兵吼，改一个迄个顶面的这个简谱哈，最下面最后一行，珍惜每颗灵魂哈，灵魂把它写21，好 ，redo， 对，那个为神为神哈，为神的为哈写3，神写2，不是 redo 是 mi-re。对，神写2，咪瑞，灵魂是21，哈，不是11哦，哈，灵魂的灵是2，哈。咱手较慢的哈。哆哆哆啦哆，咪咪咪咧哆，哆咧咪哆咧咪咧哆，咪咧咧哆，来咧哆哆啦哆，咪咪咪咧哆，哆咧咪哆咧。咪咧哆哆哆啦啦嗦嗦咪哆啦啦嗦嗦咪嗦咪瑞哦咧哆。咪瑞哆啦嗦啦嗦，唱歌词看麦哈，去记住去，天天都要去，往普天下去，得长生。再一次，去记住去。天天都要去，往普天下去，得长生，步步紧跨千个角落，悄悄每家千百遍。珍惜每颗灵魂，为神迎娶每颗心，步步紧跨，步紧跨千个角落，悄悄每家千百遍，珍惜每个
的灵魂，为神凝聚每颗心。从头去寄出去，天天都要去，往普天下去得长生。去寄出去，天天都要去，往普天下去得长生。好，这条歌就是安尼唱啦，吼，真简单，但是真有意思，吼。啊，咱拢得爱去传福音。好，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自接阮三甲会当通过伫这个时阵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三甲做伙来吟味上帝你的话语。这是阮生命的粮食，也互阮的心着恬静安静，来领受上帝你的话语，会当丰富阮的灵魂甲生命。同心伫你的面头前，也愿上帝你引带伫还未来到伫阮中间的学生，甲阮遮兄弟，恳求上帝你顾守因，伫因所无用着外的事的顶面，也互因会当游玩，带念伫因的生命的需要，也常常来跟对主学习，伫因的生活中来见证上帝。愿你引带阮下面的时间，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来，大家平安。即马天气有较冷啊，吼，大家着顾好哈。冷气咧冷的吼。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27章的27节哈，27节。来，中南，来，先写作业。啊？哦，要考试？对对对，赶快去准备，好，赶快去准备。都重要，加油哈！要祷告哦，好，待会我们一起为你祷告。好，我们来看27节哈。后来，咱这回来看，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好，先到这边。好，巡抚的兵哈，从亚述传到这衙门哈，那就叫全营的兵聚集在他那里，他们就给他脱衣服。这段圣经节在讲这些士兵怎么做什么事情，希人啦哈，希人亚述啦哈，啊，给他穿上这个朱红色的袍子。这个朱红色袍子实际上是罗马士兵因咧穿的这个外袍啦，外袍。但是为什么他用这个？因为他其实当时候的王他们穿的衣服是紫色的、鸡血的，这朱红色的袍子有类似啊哈，类似好像是把它像是这个王一样，但是他不可能真的把这个王的衣服拿来给他穿嘛，所以他就用他们士兵的这个外袍拎起来用他拎的转到小的，金起来，电风也金起来啦，电风金。卫生纸 ，sorry。好，所以这个朱红色的袍子实际上士兵罗马士兵他用他们的外袍，然后充当这个好像王一样的王袍，在穿的王袍然后包含让他戴上皇冠，用这个荆棘做的王冠冠冕然后戴在他头上，甚至拿这个苇子这个芦苇拿权威拐，拿权威上权杖代表的权杖说那跪在他面前说恭喜啊，犹太人的王啊，做侮辱的这个侮辱然后在他脸上打还吸狼料，然后就把他的袍子脱下来然后他依然穿着他的衣服，
然后带他出去，准备要钉十字架。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32节，他们出去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各各他，意思就是骷髅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沾揪分他的衣服，这个沾揪啊，沾揪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2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3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上帝，上帝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上帝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好，非常简单，但是里面有非常多很深的含义哈。我们一起来看看哈。一开始哈，他们出来的时候遇到了谁？这个古利奈人哈，古利奈人哈，这是一个北非一个地名哈。那这个有一个这个古利奈人，他叫西门哈。注意哦，就怎么样？他是被勉强去背十字架的，还是愿意的？意思就是讲哈，背十字架没人背啦。好，就算是旁边经过的人，不见得是愿意要帮他背嘛。可是士兵其实也看得到啊，看得到这个耶稣哦，可能也背不动了啦。好，就顺便怎么样？那个慧燕姐哈，来。你就帮忙背一下，类似是这样啊，好，类似是这样。所以这个西门，这个古利奈人西门，他就这样被勉强哦，哈，注意他是被勉强的。那我要问各位哈，你们觉得基督徒时常说我们要背试着背什么？派十字架，有不？你觉得这个背十字架是愿意的还是勉强的？我觉得都是勉强的。对嘛？包含我啊，对，我觉得这是勉强的、啊。哎呀，不然嘛，就算张牧师也不见得非常心甘乐意啊，不是吗？啊，无想那有当时牧师买生气，啊，无想那有当时牧师买生气的哦。所以其实拢有，其实我感觉讲背十字架的道路哈，对每位基督徒来说，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勉强的。可是勉强的背后有没有祝福？有。这个非洲地名呢，哈，这个出席的这个非洲的地名的这个西门哈，伊是一个犹太人，好，伊只不过出席的非洲这个所在哈。但是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咱这回来看罗马书16章13节。16章13节，看我这样。来，又问在主蒙拣选的谁？鲁孚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保罗他在罗马书第16章最后这一卷书都在讲问安呐，拢在请安呐。请安的这个人哈，注意哦，13节这个叫做鲁孚，伊就是这个西门的囝。好，咱今麦咧看的这个古利奈人西门的囝。所以哦，你看哦，这个伊的爸爸自迄个时阵勉强，
勉强帮耶稣判12架啊。但是伊后来因囝，包含伊的母亲，拢是对保罗是一个怎受帮赞的一个信主的军队者，还了解无？所以你看保罗伊伫遮拢会讲，又问安蒙神所拣选的注意鲁孚和他的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家己的老母当作哪像家己的老母。所以咱爱知影其实伫遮会当，其实圣经内面讲到这个西门讲无济，只不过从一寡对一寡圣经在中间的小可了解到伊的囝鲁孚，所以咱会当了解讲，其实这个家庭因为对伊的老爸开始判12架了后，就真做伊的后世代的人拢安怎，拢得到福气。所以牧师嘛要鼓励比如讲像承恩，承恩，你即马恁兜听讲你是啥大孙对吧？你是大孙对吧？你是啥？你代表伫你的家族的中间，其实承恩伊的家庭，我知影有小可了解过伊的爸爸是大囝敢是？赞成也是大囝所以是安怎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因的信主的过程虽然拄着侪困难，但是牧师爱承恩，你爱勇敢徛在。当你有机会当服侍上帝，领受这个福音，会当真做生命得救的灵魂，的主的百姓，其实你是有祝福去的。所以这两亲像这个帮耶稣勉强判12架，我跟你讲，这嘛是咧甲咱讲，就算咱即马咧服侍上帝，哪像咧勉强咧服侍，为主判12架讲啊，拢爱知影会得福气袂？会得到福气啦，所以这是咱对遮会当看起讲，其实这互咱看见讲为主勉强判12架，我感觉讲每一个人无拄基督徒拢是圣人啦，你要来为我判12架，你安怎？我感觉讲咱爱鼓励啦，无要紧啦，你勉强嘛好啦，来甲我斗3工，我感觉讲这种心志互一个人伊去做参与的工课、参与的动作咱嘛是安怎帮助一个人，伊生命得到祝福。我感觉这嘛是一个蛮值得了解的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咱继续看这个各个他这个各个他原文的意思是死人的这个头颅啦，头壳骨啦，原文的意思叫死人的头壳骨啦，所以伊家讲骷髅地嘛，那兵丁呢拿苦胆调和的酒其实这个酒原文的意思叫醋啦。有做一个作用叫做麻醉剂啊，所以其实耶稣伊食了伊嘛袂使爱食，伊感觉这嘛无会偌好食所以呢，因想要准备要给伊定12架，但是我们可以从35节看到，他们即将要将他定十字架，就这个针灸啊，底下咧给伊分挂伊的衫底下咧给伊用伊的衫底下咧贴，咧给伊扭其实你看到讲到底因的心理是咧想啥？敢是类似讲，伊感觉伊讲伊是王啊！我给伊贴衫，你的身上的每一块肉、每一块成分对我来讲我马上就给你钳一看，沾到一些边一样但是底下伊讲后边37节36节因为你爱看然后安怎伫头壳顶放一个啥罪状想讲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注意这个犹太人的王，当时候在那边有没有其他犹太人的祭司？有没有？有祭司长嘛？有文士，41节有没有？祭司长、文士还有长老，对不对？他们会看到这个字会高兴吗？其实是不高兴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9章，19章21节。来，现在，有没有看到？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什么？不要写犹太人的王啊，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啊。
对吧？唔当下犹太人呐、伊唔是阮的王啦，还了解不？因为这些祭司长他们认为犹太人的王是什么？可能是他们认为的弥赛亚，不应该是这样。也或者是他们认为犹太人的王是耶和华上帝，怎么可以把我们的认识的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把它贬低了呢？还了解吧？所以我们回来，所以当因无承认无唔对，所以你看伫遮当遮迷信的人，遮兵啊，罗马士兵伊是无信的嘛。伊讲哦，这是犹太人的王啊，哦，结果人家连信徒人家的祭司长这信耶和华的嘛讲无啊，这不是阮的王，兄弟姊妹，有些时候我们在做上帝的工作，好像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去批判我们会去批判说因做迄工，敢真正是咧做工，敢真正是上帝工，敢真正上帝有甲因同在？其实我感觉这唔通去讲这啦，咱爱安怎？咱爱谨慎爱注意所以唔通落入亲像这咱今麦看到的这包括祭司长、文士高在长老你说那不是犹太人的王他要写说他是他自己说什么？说我是犹太人的王，嘿，自己讲的啦，伊自己讲我是犹太人的王所以按你了解你看约翰福音他这样写，跟马太福音这样写有没有不一样？我们就会看出一些端倪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圣经要共观福音？也就是说，牧师也鼓励说，礼拜五我们在共观福音小组我们在看圣经一定期待大家可能你们现在没有并排版的，其实在公报社有一种很厚的一本并排版圣经，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但实际上它是把不同版本然后甚至都把它写在一本书做大本，你要做比对，你可以了解讲，这个作者所写，迄开始叫做共观啦，人咧讲的共观福音就是安尼咧看，共观不是讲大家人做伙看叫做共观你了解吧？对，所以所以你看平平同款的故事，但是伫约翰所写的，甲伫马太所看都无相关。共观的时候，每一个描述不一样。没错。但是要共同去看，你才会看出一些实际的氛围。所以，我们再翻回来看马太福音，你看我们刚刚看到这些祭司长、文士跟长老，当这些士兵他写说犹太人的王，我就在想，如果你哪无这个约翰福音所写，你也感觉足奇怪。这个祭司长因卡拢没生气啊，唔着这祭司长因拢看面斗一打，所以实际上从约翰福音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实际上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实际上是认为耶稣不是犹太人的王，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了。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来，我们继续看下去第40节你不是说他们就这些人就摇头底下起笑牙说你不是说你可以拆毁圣殿3日就把它建造起来你真牛啊，你真有能力啊，你救你自己嘛。如果你是上帝的囝你就对十字架顶面落来嘛。我跟你讲这句话有点像是什么？我告诉你跟基督徒也一样你还记得我们教会当初要建堂的时候，有一些人也认为说什么？有人嘛会讲恁都无钱啊，对不？你无钱，唔通做有钱人的工过啊？无迄个尻川，唔通食迄个下药嘛？意思敢是安尼？无代无志伫遐武家呢，逐个人安尼所以有个人就安怎就离开。所以你就要了解这种的心理哪像会这安尼啦？你唔是足牛，你就会使你就安怎？你靠上帝嘛？但是实际上耶稣一告了来，他有没有下来？没有。重点就在这里。耶稣他知道什么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只要抓住了上帝所给的意象，祷告，然后好好的去经历神，我觉得神就会开路预备。即便是受难的道路，就像耶稣即将要被钉十字架，他也怎样？伊马
伊嘛甘愿啊，敢毋是？伊敢有因为讲安尼讲，马上显神机做，砰，大家拢倒落去，然后伊要飞走，敢有安尼？无嘛，伊嘛是接受了嘛，吼。所以我感觉这就是咱的信用，咱的生命就是亲像安尼。所以莫看这短短吼，耶稣定是未给得了吼，其实它里面看出耶稣他怎么领受那个背十字架的道路。好，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到底为什么上帝的儿子可以这么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些人他们是认知是人的观念，比较像是人的看法，对不对？你既然是上帝的儿子，就很有能力嘛，应该可以怎么样？可以让你自己从那最苦的地方怎么样下来？可是耶稣不要让人家得到这种福音。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8章28节。第8章28节，这句文你也当改画重点下来，这就是耶稣的心意。为什么他都没有讲话？你是那个上帝的儿子啊，是从上面下来呀、啊。你看耶稣没讲话，但是你看这段话第8章28节公上耶稣说什么？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耶稣说有没有说话？他说的重点有没有很重要的重点？人要死啊，要用顶啊，讲出来话拢讲点什么？你看28节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照着父所教训我的。所以基督徒你若是咧做工有人甲你攻击的时阵你唔免烦恼啦，你就讲这牧师甲我讲的啦，爱了解无？你爱常常找牧师讨论事工啊，你爱常常甲牧者安怎有好的交谈，唔通拄着事工拄着问题，你就安怎惊吓艰苦心，爱了解无？这就是安怎我就照牧师甲我讲的啊，爱了解我的意思。所以这其实人像啥，咱基督徒跟上帝关系嘛是安尼啦。所以阮做牧者牧师嘛是做一个牧师，我嘛是人，我有经验，有当时真正毋是遮富足。但是当我拄着困难的时阵，我只有甲上帝祈祷，讲主啊，我照你的话去做，求你为我排比，为我开路。若是拄着安尼困难，我嘛知，求你互我有智慧，要安怎来面对。爱了解无？所以这种的生命智慧就安怎？就看你原先靠家己就有共无？无共啦，靠家己的思想就是像这市长共款啦。你若是上帝囝，你就落来啊！干那要啥？干那要求新者啦，求迄个人所看的感觉做好奇、做奇怪的代志发生啦。其实我感觉基督徒唔通干那要求新者。爱求生命要安怎遵照上帝的心意来行，如何照着神的心意来走就没有错。来，我们再来看一段罗马书第1章第4节。罗马书第1章第4节，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他怎么样定义他自己背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保罗给他做的见证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注意按照性情这个好的灵啦在讲讲是啥？是对死人中个活死人中个活，敢是做大的亏难？是不是？一个人的生命，那是对安怎？对毁类。对败坏，对无救，大家人正人咧看，敢若无救的生命。伊若对死人中哪像死个活，安尼有好无？这敢是大亏难。恁看我遮恁想象一下，
你若看一个人的生命，对迄个哪像要死大人，看起来讲无救啊，这囡仔这青少年无救啊。但是你若看到伊生命豆豆咧改变吼，你会感觉安怎？迄是大快乐无？是啊。所以你会看到讲，哦，原来这句话讲对死人中个活，是以大能显明是上帝囝。所以，譬如讲，咱即马有青少年讲伊要决志要洗咧，咱就爱去检视讲，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哦，重生哦，那才是见证你是上帝的儿子哦，儿女哦，还了解吧？不是讲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然后他就继续做坏事，不是这样，而是上帝的儿女要在他生命当中显明奇妙的生命见证，好，要有改变嘛，还了解吧？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安尼，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一起说，愿主的能力在我身上，愿主的能力在我身上，让我显明让我显明我是属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还了解吧？所以我们要领受的福音，不是单纯告诉人耶稣基督而已，而是要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有怎么样，有能力改变老我，改变我们原先的不好的态度。好，安尼主人人会看出讲，哦，你无共款，看你做伙，这个囡仔来到教会也好，你进入教会也好，拢无相款。好，所以好，我们翻回来哈，这个就是上帝要表明的心意。你们要我从十字架上下来表明我是神的儿子，我不要，我不要让你知，并不想要这样来证明我是神的儿子，我要证明说，因为我是要完成我父上帝的心意，我要为你们的罪而死，还了解吧？好，所以你家是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哦，这里大家一定要明白哦。人家很多未信者会问你哦，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死啊？你要怎么讲？我讲替咱死啊，为什么要替咱死？咱就罪，咱就罪替罪。啊，我也无犯什么罪啊。啊，你家己唔知尔，太无。一日中间讲话讲出这个代志，做些。感谢主。所以你看保安遐伊头拄讲的做主人我问一个啥，伊就我法当讲哦，咱就爱操练哦，我们要操练好哦，因为其实我们传福音的工作就是这样。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继续看下去。好，那个在后面后面一直到43节一样，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讲的这个还蛮有道理的记得耶稣他如果他倚靠神啊，对不对？神如果喜悦他应该可以救他吧？他把上帝的心意猜透了呢。你觉得上帝的心意猜得透吗？不可以嘛，对吧？可是这些祭司长他把上帝的心意也放在他们的心意里面，还了解吧？所以你觉得这是属于合乎逻辑的吗？我觉得这不符合逻辑，但是字面上看起来是符合逻辑的，对吗？好，对不对？好，帮他开一下。好，回来了，辛苦了。安亲班，做辛苦。我看即摆囡仔读册这无法度，希望甲伊救起来。无数学理化迄后摆会真危险。因为逻辑因为我其实看到现在很多国中生，他们的数理为什么不好，就是从小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基础不好。但是我觉得要救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容易自我放弃。所以我即摆感觉讲囡仔伊若是真正我连阮像讲要甲教阮教跑了一档过看我坦白，真的有我们的困难跟限制真的。他们数学是用建构的吗？他们是跟学校搭配学校老师，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而且蛮近的。而且我在跟他们的老板那个安亲班老师很用心，所以我是觉得没关系，他可以叮咛他们功课完成。可是我跟我的孩子我跟哲恩讲说，哲恩，你喜欢这样的生活吗？他说不要。我说如果不要，你要认真，
如果你可以有办法自己看书学数学，那么以后我们就不用上安亲班。好，所以我们给他一个目标嘛。好，那像咱的信用嘛是同款，虽然有足侪迄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啊，嘛是爱强迫啊，然后习惯了1个礼拜就好了啦。好，来，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所以按照刚刚说，神如果喜悦他哈，喜悦这个耶稣哈，耶稣这个上帝哈，一定哦，你的父哦一定会救你的啦哈。那后面哈，因为他曾说我是上帝的儿子嘛，对不对？伊就安尼讲啊嘛，所以人咧用伊所讲的话安怎来改伊翻，迄个啥叫做辩驳啦。所以我跟你讲哦，咱基督徒，咱咧人传福音哦，咱嘛用主的话安怎，用信用的话来甲咱回辩驳。所以咱做基督徒其实是爱做有信心，爱做有气力，甚至爱有倚靠上帝的气力，要安怎有智慧来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啊，唔免惊，吼，唔免惊，上重要是生命改变，重新的搁活。吼，你讲到这个代志吼，其实迄无生命无改变的人吼，伊通常吼无话讲啦。顶头生的生命啊，喜乐的心吼，你甲伊讲啊，无共款呢。我有信主甲无信主，就真正无共款呢。啊，你要信唔信，我嘛无法度甲你勉强。吼，但是我甲你讲，你对我来熟悉看卖，你看起来比我较有智慧呢。哦，啊，无你来学看卖，来参悟看卖，认捌看卖。吼，我相信咱的迄个主动甲迄个感情的关系，拢会当安怎？会当吸引人来带将福音甲伊小可做一个连结啦。吼，好，啊，咱继续来看吼。我们从这一段圣经节，我们看到十字架代表的是什么？是不是解释一下？不是，十字架叫做刑具啦，罗马的刑具嘛。啊，迄是啥？迄是将人传什么所在？死亡。死亡。咱爱先了解迄个上简单的、基础的。耶稣行迄十字架，迄十字架是死，但是耶稣伊偏偏是迄个所在，是要为着正人的罪来行迄个死，但是伊嘛有讲，伊要搁活，对无？所以伊对死人中搁活，代表是啥？啊？救赎。啊，这种叫做啥？死搁活，这是一个过程啊，了解无？吼，这是一个过程啊，就是讲，咱的生命吼，必须爱死。然后才有法度通安怎？为人带来生命活，耶稣伊为着咱来死，伊有带互咱祝福无？有嘛？所以他的死为我们带来了活命啊！意思就是讲，无数常常跟咱讲嘛，基督徒要不要付上代价？你如果不愿意为了一个不信的人，你所关心的人付上代价到死啊！你若无迄个决心嘛，你无法度通带人进入到底个活。我感觉这是一个做有意思的所在吼。咱来看一段圣经站吼，《哥林多后书》。好，子安，你可能要帮我切到《哥林多后书》第4章11到12。11到12，这波罗夏这吼做艺术，他把这个人的这个行为怎么跟福音他把福音的东西带出行为的解释所以值得我们来思考哥林多后书4章11到12，我们来看。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你有了解伊的意思啊？我解释一下
我们这个活着的人，对吧？是常常为了耶稣被交在死地。保罗伊咧讲伊家己啊，讲因家的同工嘛，吼，在团家无论提摩太、巴拉巴也好，有无？好，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常为了耶稣被交在死地啊。因迄当时要传这福音哦，是那足困难的呢。但是伊那使耶稣的生，就是讲救人的福音嘛。救人的福音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了。阮这困境哦，足困难的环境啊，若无就是通过阮安尼，才会当将这福音带互恁啊。还了解，这是11节所讲。12节说什么？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对吧？结果这个生在谁身上？在这些哥林多的人民身上，教会也在信徒信上，还了解不？意思就是啥？来看我家。咱的生命，咱的福音就是啥？我们要付上代价，就像保罗所说的，是死啊，是付出代价啊。所以咱唔通讲不是我无法多做，我跟你讲，我为你祈祷，求上帝予你有迄个未死啦，嘿啦，未予你生命到死啦。因这是较危险的情形，爱了解无？所以咱个倒转来咱个看一段同款的所在，14到15节，14到15节，你看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怎么样？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意思就是讲啥？你的生命啦，搁活你的生命搁活，阮会有搁活未？嘛，你看到一个你所传的人，伊的生命改变，看伊改变啦，得到福音搁活，你会欢喜未？会啦，子安，你带遐青年，你看到因的改变，你会欢喜未？会未？会呀，就是这个啦，就是这个啦，还了解不？15节，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给上帝。所以一间教会，咱要安怎啊？咱拢得爱为着人啦，为着未捌主的这未得救福音的人来祈祷，爱为着这个目的来设立啊。好，咱倒转来这就是12节咧甲咱讲的，死到搁活，一个足重要的真理，唔是一个现象，嘛唔是一个干那互咱了解，耶稣就为着咱来死啊，唔是安尼尔。这代表的是这群人啊，你有看到对第几节？对39，其实对耶稣无要认了后，对因开始写这个牌啊，你是犹太人的王，开始因就开始侮辱耶稣，甚至连伊已经钉伫12架顶嘛，甲伊讲安怎？你是上帝囝，你就家己落来啊！所以记得这真正是一个值得咱来好好思考好，咱来继续来看另外一段圣经赞是咱读啊第35节，35节的所在咱来看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5章第5章38节，有一段圣经节目是也要邀请各位一起来看第5章38节。来，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39，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第41，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42，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上帝的爱。还了解无？所以咱对这短短的圣经章其实你若看
第31节开始哈。您的标题是写什么？我告诉各位，福音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什么叫做见证？咱卖看哦，做见证一下。来31节，你看，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怎么样？就不真啦。什么叫做为自己做见证？我你们知影我外骨力做工课，我外骨力安怎样？靠今仔日呢？还了解不？这叫做为自己做见证。什么叫做为上帝做见证的？注意哦，32节说什么？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33节说什么？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那当时耶稣为这见证，约翰嘛，对吧？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耶稣说了哦，见证我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他说什么？而是我说这些话。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怎么样得救。所以咱是安怎爱鼓励信徒去看上帝的话。上帝话重点不是上帝话互咱得救，是因为上帝话互咱的生命知影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应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然后咱人开始去做操练、祈祷、改变、调整生命。所以这是一个做特点会当互咱看见讲，其实圣经内面咧甲咱讲起的你看这市长文士，因其实对上帝的话圣经的话足熟的呢。对旧约，因其实拢足熟的呢。但是因拢误用这个话，所以耶稣是安怎？伊常常咧甲咱讲咱的生命是爱做见证。所以牧师真正爱鼓励咱哦。咱若有信徒讲牧师啊，讲兄弟啊，当讲啊，是安怎我就一定爱做见证。我讲，因为你若无做见证，你的生命无改变，无顶头生，你日子拢咧过同款的生活，敢毋是？日子的生活拢做自然啊，做安全的啊。其实我感觉讲，毋是讲咱要爱咱的生活敢若做危险啦，还是讲拄着什么款的挫折，还是什么做 surprise 的。其实我感觉每一日你有感觉做感谢上帝无？会袂？日子你有去体会着上帝要安怎，互你有一个新的看见无？今日牧师兼这个环境了娘咧讲话对于我买物件的所在一直讲用耳机讲我转来食饭啊，搁咧讲讲我买啊1点钟但是我听着伊的声音哪讲，伊是哪有气力。对，但是其实一开始的声音甲后来讲话的声音是无共的。但是你对伊讲话的内容，你会知影讲伊安怎为着上帝国的代志咧操心烦恼的时阵，我感觉讲这就是一个听主的人的一个心智，所以我会当体会到耶稣伊是安怎已经咧受苦的过程的中间，伊要游完地狱的上帝互伊的使命工课。好，所以这是咱今仔日所看的圣经，在互咱一个足好的一个提醒。主动敲电话我，我以前是讲你做啥我听，我看到伊自动靠我的事，我就知影你代志严重。代志严重？你讲伊的身体哦？毋是的。毋是哦。我是讲。教会。我是讲我家己严重的。伊敲电话的意思，伊还袂甲我讲的是，我就知伊要讲啥。太厉害啊！你毋知伊要讲啥？嘿。教会若有人身躯病。无论是干那伊啦，无论啥物人，伊拢爱主动先敲电话，人关心，人关心的。你做一个组长的人，特别爱注意这个代志。我想到问题，伊咧讲啥？你老爹觉得伊咧提醒啦。伊都问伊倒哩病，伊较会主动，靠伊开咧主动敲电话讲这个。其实伊咧讲的一个概念，就哪像咧讲，
将心比心啊，因为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概念，就是讲，因为以往大部分教会就是讲啊，牧师，因为你伫教会，吼啊，你嘛会第一时间知影讲会友的困难啊艰苦，但是其实伊较跟咱像咧讲吼，有当时牧师想要鼓励讲，咱若教会收着一笔钱，还是讲啊教会什么人钱的部分吼，牧师拢会讲期待讲会计吼，敲电话爱去甲伊讲啦，甲伊讲啊，多谢你。毋是牧师卡去啊，吼，包含啥？咱若是有会友破病的时阵，牧师会去关心以外，但是佫较好，反长老娘伊的意思就是讲，长老，因为我爱讲反长老娘，伊其实毋是，因较早毋是做传道的哦，因较早是卖包啊，是因50岁了，因就将这卖包啊的生意就停起来，然后因为本身我的阿祖，伊本身就是做爱传福音。所以，迄当时嘉义地区有真侪间教会开拓教会，就是我阿祖，伊就是安尼去传福音、开拓教会。啊，所以伊的囝儿，伊就是拢留着这爸母的这个会安尼传福音，啊，然后去开设教会。所以伊咧讲的是无毋对，我所熟悉。其实伊礼拜日哦，我就听你妈妈讲，伊安尼平静伊啊。啊，这个中间啊，我紧。毋是我讲了了，这个中间咱的手机啊，对啦，拢无。未去讲着，无还未讲着迄个消息啦。你看到啥物个，甲你照轮椅个咧啊，有咧关心遐，啊，伊心内想讲，我伫遮带病，啊，你应该无。所以，有我去倒。所以我会讲，其实嘛免想，咱毋免看伊，因为这就是有当时时间差吼，毋免感觉安怎啦。咱拢有咱的困难，所以牧师拢会感觉讲，即摆有赖吼，会当传互咱，吼啊嘛鼓励咱。咱若另讲，咱知影有即个细节，了解了，咱会当主动啦吼，主动去甲伊问候，其实拢真有帮助的吼，拢真有帮助。我惊一个，我惊一个，我毋知影传你种注意啊，伊安尼伊就欢喜啊，老人就是安尼啊。但是咱家己我毋对啦，迄个礼拜啊，到今仔已经拜三啊，一直带因咱会一动来。我见咱的心是有迄个心就好啦，嘿啦，有心啊改进就好啦，吼。好。那个黄丁乐你是独居，对啦。其实像这种状况，现在我讲久了，然后去讲话再伊甲伊讲啊久。无啦，啊你讲伊讲话爱有耐心，伊若讲你讲拢讲得久，哎呀，咱好，啊，咱嘛为着啊，即摆吼，咱会宴小组因拢礼拜五咧组会吼，啊，我感觉反应不错，哦，我在观看大家的互动，应该比原先礼拜天的互动，我觉得是好很多啦，专注。然后包含礼拜天哦，慧燕姐都是蛮鼓励，有跟淑芳长老哈，也有跟他聊到这个静文姐哈，其实多鼓励。其实我们要为我们教会现在小组哈，未来啦哈，未来假如说周间我们可以换到周间，其实是最好的啦。哦，因为所以迄无要紧，迄咱即马唔是咱要马上做一个调整的时阵，但上重要是讲，咱即马慧燕小组因为因本身有真侪。加诶，拢参悟服塞的当工，所以今嘛该这礼拜五，我觉得他们的小组的灵命造就，彼此的关系建立，其实会更好了哈。所以咱嘛为着继续为着会宴小组长来祈祷哈，啊也求神来兴起更多，包含社青，包含迄个叫什么啊？迄个男生叫啥？哦，我这个我个袂记哩。啊，硕廷对不对？高硕廷，伊有来啊，伊礼拜几毛了？哎，我紧，我们还是一样，继续约到最后。跟我们在一起哦。哎，有啊，我给看明这位主委。哎，伊讲硕廷礼拜天，安尼哦。哦，安尼哦，安尼好，没关系。如果他礼拜天他没有周间没办法出来，他礼拜天可以，他就在这边是 OK 的。OK。所以咱继续为咱的教会小组来祈祷，啊嘛为着咱的这个青少年吼，啊求上帝互自然有智慧，啊会当陪伴这个囡仔是爱开时间，啊其实开时间不是开时间陪因佚佗那点，吼其实是需要有智慧，要安怎甲因交谈。啊，其实这个什么人，永祥的妈妈，
永祥他妈妈是非常乐意他的孩子来到教会，然后希望能够把他的功课拉起来。其实我觉得为这些孩子，其实他们心都不坏，他们的心都非常好。那我们也感谢神，然后把这些年轻人带进来。那也为我们的承恩执事祷告哈。他这个周间的时候也他现在也会辅导这个中南哦，这个辅导中南，他为我们的现在有嘉欣、玉欣还有承恩哦，他们都很乐意慢慢投入在陪伴这些国中生的课业。哦，所以我真问题，你讲青少年来这读册点，家长拢用来这读册，伊较进步嘛。你讲我拢相信讲，大家来这读册，大家拢有功课。无拄拄的啊。有一个比无来以前无来教会，比以前更较差的事啊。咱要来面对因的家长。其实这我其实我捌想过啦，但是通常我会当理解就是讲囡仔伊在家己知影伊家己有用心在读册无，若有用心读册，其实进步几分就好啊。咱拢家己爸母安尼讲，囡仔若有进步就好，莫家己强迫。至于伊若退步，伊家己会知影。已经有一种情形，种囡仔有当时会感觉讲伊退步，伊会想要无爱来教会读册，这嘛是有可能。我过去嘛捌带过，但是后来我嘛鼓励伊，我讲你来教会读册的方法是啥？你搁回去读册，你的方法会搁较好无？若会搁较好，你回去，我建议你回去。你若袂搁较好，我请你继续留落来。你要改变你的读册方法。这种囡仔咧读册哦，伊读过来哦。对。我有专心啊，有专心啊。所以咧读册有些想咧别人做啥物代志。对，所以这其实阮因为大部分即摆这囡仔因家己会自我分开。比如讲，遮也较差，还是讲话较差，因会家己找一个所在。所以这嘛是咱的囡仔，因为因开始有这个默契。其实一开始因当来教会咧读册，因其实大家人做伙资质也不一样，所以因弄因的读册困难度。所以这嘛是需要咱得爱甲因关心啦、鼓励啦，嘛需要互因一个机会，嘛互咱有机会，当甲因做伙了解因的读册的方法啦，好，咱继续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啦，好，咱有机会那牧长了，你嘛想要有意爱当来做伙参与建议的阮伫即礼拜日，即礼拜日的中昼，阮会看即个嘉欣子安个玉欣。阮会要做一个开会，牧师嘛鼓励咱中级，若会使的话，咱若有意爱想要来了解，你会当来旁听，来参与，然后一寡给予我们一些建议也是不错啦，好，咱这位开声来祈祷，我们一起用祷告来建造属神的教会，用祷告来让圣灵来工作在我们教会的工作，特别是我们传福音的工作，还有我们牧养弟兄姐妹的生命的工作，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天父上帝，阮的主，感谢你，互阮会当三甲组织，伫上帝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互阮更加清楚明白耶稣基督为着阮来死，搁我的使命的工课，是一个献心付出代价，嘛是将伊的生命全然仰望交托上帝，完成大使命的一个要紧的目标的一个勇士。主，阮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互阮看见。阮的生命要安怎样学习，亲像耶稣基督嘛来付出，阮的生命就算是这个勉强来排十字架，总是阮嘛相信，阮的生命要亲像西门同款，伫伊的一生，甲伊的行行顺顺，拢平平得着你的祝福。愿上帝你祝福伫你的教会，无论伫小组会员小组，互当工每一个人兄弟姊妹，拢会当参加参与伫小组的工课内底，有份会当确定是上帝国的事，福音的事工。愿上帝你嘛依伫的工课来祝福伫阮教会的这兄弟姊妹。愿上帝你祝福因，互因经验上帝你依伫的大快乐。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名，阿们。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通过你的话语来丰富阮的内心，互阮的生命毋但领受智慧的功课，嘛互阮的生命会当经验顶头生对死人中个活，顶头生的生命要安怎样带出生命的祝福，祝福更较侪人
来认捌这个救人的福音的主耶稣基督，嘛是听人的主耶和华上帝。主啊，恳求上帝你怜悯阮，帮助阮。虽然一生的中间，阮也袂捌为着主你来排起十字架，来做什么款的工作的见证，总是阮以后对打开始，阮会当做伙来学习，无论伫阮的生活、伫教会的服侍，以及伫阮头前的道路，阮拢有份会当参与伫上帝你的圣工的内底，来继续为主你的国度，为着主你的福音来讲传这个福音。求上帝你嘛坚固伫你的教会的信徒，特别阮要为着范长老娘，以及为着佑君的妈妈苏珍珍姐妹来献上我们的祈求，愿主你来医治高抹他们的身体上的病痛。我们恳求神你的圣灵再次医治保守。我们也要为了英男兄弟伊身体内底的癌细胞，阮恳求上帝你，搁一摆透过伫阮众人的祈祷，付出代价，阮要用心的祈祷，每日的祈祷，守望的祈祷，来恳求上帝你圣神的馈力，搁一摆将你信心的话语，搁一摆来赏赐互伊，用你坚固的灵来充满伊，帮助伫小方长老甲因全家，每一个人大大小小，阮拢三甲用祈祷来起造上帝你合意的生命。求上帝你嘛帮助阮，互阮伫起造教会工会中间，无论大桥教会，也有900万的捐款，但是阮相信上帝你为阮备办的产业，是上帝你丰富的产业，是上帝你所设立的所在。阮的确会当伫这所在掠掉上帝你互阮生命意义，真实为着主你来做美好的干净。相信上帝你要为阮排比这事，也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伫众人的面头前活出有见证的生命，来得主你的欢喜。这也是真做阮一生跟对主你脚步，真做你好搁尽忠的儿女。当心伫你面前，搁一摆将阮要倒转的路站付出搁一摆献上阮的祈祷。求上帝你赏赐阮平安，互阮逐人平安到厝，伫暗时好困，也会当到天光，继续为主你跑走天路。愿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一生用祈祷上帝你的话来真做主你的尊敬。主，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恩谢谢，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